歡迎嚟到故事茶座，我係 Max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回憶同失去嘅故仔。唐樓最後一夜。秋日黃昏，深水埗一條舊街上一棟4層高嘅唐樓靜靜咁矗立喺度，牆上面貼住一張大大嘅清拆通知，成棟樓嘅住戶都已經搬走晒，唯獨3樓仲有一盞燈着住。陳伯坐喺佢住咗50年嘅屋企入面，四圍都係打包好嘅紙箱，佢雙手捧住一杯凍咗嘅茶，慢慢咁望住呢個就嚟要離開嘅地方。牆上面掛住一幅發黃嘅結婚相，相入邊嗰對新人後生嘅樣，同而家嘅陳伯好似兩個世界嘅人。佢伸隻手出去，輕輕咁摸住個相框邊。53年之前呢，陳伯仲係一個後生仔。咁佢同新婚嘅太太搬入嚟呢棟唐樓嘅時候，兩個人加埋都冇幾多件家私，但係佢哋嘅心入邊呢，充滿咗對未來嘅憧憬。咁佢哋一齊佈置新居，貼揮春，掛窗簾。雖然地方細細，但係兩個人都好開心。太太話呢度就係我哋嘅新開始。第一晚嘅晚飯好簡單，一碟蒸魚，2碗白飯。但係佢哋嘅笑容好燦爛。窮係窮啲，但係有個屬於自己嘅竇，已經好滿足。嗰個年代嘅唐樓走廊唔係靜英英嘅，一到傍晚，家家戶戶都打開門，鄰居坐喺門口剝豆傾偈睇報紙，細路仔喺走廊跑嚟跑去，成條走廊好似一個大家庭咁。天台係另一個熱鬧嘅地方，晾衫嘅時候，隔籬屋嘅師奶實會走出嚟一齊傾偈，邊個嘅仔女考試考得好，邊度嘅街市又平嘢賣，全部都喺天台呢度分享。每逢過年，成條走廊就會掛滿揮春同小燈籠，年初一朝早，家家戶戶互相拜年，派利是，細路仔着住新衫跑嚟跑去，周圍都係笑聲。中秋節嘅天台最靚啊！鄰居一齊搬凳上去，一人一個燈籠，一齊食月餅賞月。陳伯記得有一年呢，成個天台企滿咗人，大家都唔捨得翻落去。打風嘅時候呢，更加體會到鄰居嘅重要。邊個屋企漏水，隔籬就會攞桶入嚟幫手，冇人要出聲，大家都自動自覺。搬入嚟第2年呢，太太有咗。陳伯仲記得嗰日嘅喜悅啊！佢跪喺太太身邊呢，隻手放喺佢個肚上面，心入邊諗呢，呢個細小嘅屋企呢，就嚟多一個成員啦。仔女大咗少少之後呢，走廊就係佢哋嘅遊樂場彈波子跳飛機、捉迷藏。陳伯放工翻嚟最中意就係企喺門口啦，望住班細路玩。時間過得好快，仔女一個個長大、結婚、搬走。每一次送佢哋行出走廊呢，陳伯同太太都會企喺門口望好耐，個心嘅開心又有啲唔捨得。5年前太太走咗之後，呢間屋就變得更加靜。陳伯一個人飲茶，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聽收音機。但係咧，佢從來冇諗過要搬。呢度每一塊磚、每一道牆咧，都有太太嘅影子。今日係最後一夜，陳伯慢慢行出門口，沿住走廊行咗一圈。以前熱鬧嘅地方，而家靜到連腳步聲都有回音。佢喺隔籬陳師奶嘅門口停低咗。陳師奶搬走之前成日都會攞碗湯過嚟俾佢飲。佢伸隻手出嚟，摸咗摸嗰度已經鎖上嘅木門，牆腳仲有班細路10幾年前畫嘅粉筆畫。一間屋呢，幾個火柴人雖然已經甩咗色，但係陳伯仲認得嗰個係3樓黃太個仔畫嘅。而家嗰個細路呢，都大學畢業咗。行完走廊呢，陳伯呢就扶住樓梯扶手，即係一步一步咧行上天台呢。佢條腰已經彎咗啦，行幾級就要停一停，但係佢一定要上去。咁天台上面好靜，以前掛滿衫嘅晾衫噶，而家生晒鏽，乾晒嘅花盆仲喺度。陳伯企喺圍欄旁邊望住下面嘅城市燈光，同頭頂上面嗰幾粒疏落嘅星星。佢細細聲咁講：老婆，我哋聽日要搬走啦，呢度所有嘢都會拆晒，但係你放心，我帶走咗我哋嘅回憶。佢落翻樓之後，喺廚房煮咗個即食麵。廚房已經執到七七八八，剩翻呢一個煲、一雙筷子呢，一個碗。佢將太太張相放喺台上邊，對住張相食麵，好似以前咁，兩個人一齊食飯，只係今次得翻佢一個嘅聲音。
深夜咧，陳伯企喺窗前望住樓下嘅街。以前咧呢個時候仲會聽到樓下咧大排檔嘅人聲，廚房嘅炒鑊聲。而家咧成條街都靜晒。佢最後一次喺張床上面瞓低，枕頭已經用到扁晒，床褥都有凹痕。但係呢個係佢同太太一齊瞓咗50年嘅地方，佢合埋眼慢慢瞓着。第二呢，朝天掂光，陳伯就起咗身，佢坐喺床邊望住間空蕩蕩嘅屋，晨光由窗簾嘅肋骨滲入嚟，照喺地板上面。佢最後除低嘅係牆上面嗰幅結婚相，佢小心翼翼咁將相放入一個布袋入邊，再用衫包好。呢張相係佢最珍貴嘅嘢。佢拎住一個細皮蛇，企喺門口，最後望咗間屋一眼。50年嘅歲月就係呢幾百尺嘅地方入面，佢深呼吸咗一下，然後熄燈。佢將鎖匙放喺台面，呢條鎖匙跟咗佢大半世，而家係時候交翻出去。佢沿住走廊慢慢行出去，晨光由樓梯窗照入嚟，喺地下形成一條長長嘅光影。佢嘅腳步聲喺空蕩蕩嘅走廊入面回響。佢扶住扶手，一步一步行落樓梯，每一級都好熟悉，邊一級有裂痕，邊一級特別高，佢都記得清清楚楚。落完呢條樓梯就唔會再上返嚟。陳伯行出唐樓嘅大門口，街上面仲係好靜，鋪頭全部都未開。一架的士慢慢駛過，佢企喺行人路上面，抬起頭望住呢棟陪咗佢大半生嘅樓。佢抬起頭望住呢棟嘅唐樓咧，4層高，綠色窗框，生鏽嘅鐵欄杆咧，喺人哋眼中呢度又舊又殘啊，但係喺陳伯眼中呢度係佢嘅人生。一行眼淚咧，慢慢咧喺佢面上流落嚟。佢冇喊出聲，只係輕輕咁用衫袖印咗印。50年就咁樣完結。然後佢轉個身，慢慢行遠啦。佢冇回頭望，因為佢知道回憶唔係留喺度牆入邊，而係留喺心入邊。佢帶住所有嘅回憶繼續向前行。幾個月之後，唐樓開始清拆，挖泥機嘅手臂一下一下咁打落去。磚牆慢慢冧落嚟，50幾年嘅歷史，幾日就變成咗一堆瓦礫。1年之後，原地起咗一座新嘅高樓大廈，玻璃幕牆，整整齊齊嘅單位。但係企喺街度望上去，你唔會知道邊個單位住咗邊個，裏面嘅人可能連隔籬鄰舍個名都唔知。陳伯搬咗入去一間老人院，佢間房好細，但係窗明吉淨，床頭櫃上面放住佢同太太嘅結婚相。每日起身佢都會對住張相講早晨。有一日下晝呢，陳伯坐喺窗邊曬太陽，陽光暖暖地照喺佢塊面度，佢捧住一杯熱茶慢慢嘆。雖然唐樓已經拆咗，但係佢心入邊嗰啲回憶呢，係任何挖泥機都拆唔走嘅。陳伯仲帶咗本舊相簿過去，有時佢會同院友一齊睇相，張相都有一個故仔。呢張係中秋節天台賞月嗰年影嘅，呢張係大仔小學畢業嗰日，佢講故仔嘅時候，對眼會發光。黃昏又嚟到，陳伯望住窗外邊嘅晚霞，面上有一個好平靜嘅笑容。佢知道呢一世人，佢有一個好愛佢嘅太太，有一班好鄰居，仲有滿滿嘅回憶。佢係一個好富有嘅人。咁多位老友記，你哋有冇試過要離開一個住咗好耐嘅地方？嗰種感覺係點樣嘅？你哋細個住嗰條街，嗰棟樓而家仲喺度咩？你哋嗰陣時嘅鄰居而家仲有冇聯絡呢？請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呢。我係 Max，祝你哋身體健康，我哋下個故仔再見。